那条诗本来还那个什么哈，伊提拜上海种米，伊个种米的时间，伊如讲发现讲伊个种有机米，故所以伊如改善嘛，过诶，几乎明日如伊个天球方，去看野田，看野水，过来明日如迄伫个也个做笔记，等下到野米已经那年生产出来之后，伊会卖，伊如想讲伊会下一条诗来跟野米做一个宣传，伊就从长日的、二日的、三日的、四日的，安尼写，安尼拿到个米的时间，伊安尼心里个感动吼，如看到一条安好的诗，故所以那个阿峰如爱个写歌词的一个搭档吼，伊如安尼如想讲改变成一条歌诶，所以安尼如慢慢的去改变成一条歌诶。其实那条歌并没有完全按快乐的哈，那条歌其实都后背如诶，创业车白工，跳谷道理少。吹饮水步，微尘人是点心，风吹梦小步。你呀人怪人听，苗枪也云天，饮水人真无心。
的海，海呀落的海哟，嘿呀落的嘿呀哟，海呀落的海，海呀落的海。